本人的好买野，也就是原来的好买车头，为着要丰富到长辈时代的生活，特别邀请到专业的咖啡老师来教导老长辈煮咖啡、甲咖啡的优花，大家拢学甲真有成就感。 伫咧咖啡用古厅牵一个爱心，互许多人感觉真满意。为着社区许多人生活加加精彩，好尾也邀请专业的老师指导因煮咖啡。许多人对这个课程拢真满意和感谢。从一个不会冲泡咖啡的哈，练习到现在自己可以冲泡咖啡给客人喝哦。老师讲，这半年咖啡课程是真辛苦，因为伊唔但爱互许多人学晓泡咖啡，买互许多人将咖啡卖互休客。 毋过许多人较无头神，定定一礼拜学会晓，后礼拜就放袂记哩。加上动作较慢，所以课程来做真侪调整。圆他们一个梦吧，我就请一个专业老师过来教他们煮这样的咖啡。小区讲希望透过许多人家己泡咖啡、卖咖啡，那互因当头壳，嘛提升因的成就感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